来到你的家，我们就是到这个时刻的话，就是我们都说到那个教导的内容。今天的教导就是21课的教导，我们要先停下来进那个。今天的教导就是第21课，那我们最好就是要先一起祷告，我们就一起祷告吧。亲爱的父亲的耶和华，荣耀归你的。我赞美你，把荣耀归你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传给你的教导，教他们的要知道你那个真理，你的恩典的，请把有这个教导，请把有这个道，这边一切的话都是你尽量把有，为了给他听着人的恩典的好处，你都是随时都给听着人的。把有荣耀归你，亲爱的父耶和华，请你把有这边所宣讲的，就是在这次给了拯救，把有还有给那个听着人的拯救，亲爱的父亲耶和华，我放你的名叫了做这个祷告，非常感谢你呀，无说哈利路亚们，我在问你们好，我是要无说的大神西迪亚今天来到你的家，今天的教导就是第21课的教导，我们就是来要学这个教育，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有点变了，因为这个今天的话对就是也变了，就是也无说是不是真的性质的话，如果它是个性质的话，这个就属于发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们就是要关注一下这个话题的话，就是如果它是性质的话呢，它就是这时候发生什么事的，就是那个要我说的大神对这个性质的话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特殊要给你教育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性质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意思有重要的意思，那我们就今天就是一起研究这个话题。研究的话就是要说到那个上帝的话，就是说必须听从的上帝限制的道，这就是那个本人的限制，因为上帝把他的话语转告给他我们要读下那个生命记的生命，我们就是可以在那个。然后你们在家的时候可以为的就是在你们中间的在你们的同胞亚巴你的上帝星期像我以为的限制，你应该听从他就是限制就是上帝给转告给他，就是要听从他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听他的话？这是有什么理由那我们就在那个第18节呢，就看到这个理由，在第80节，我必在他们的弟兄中间的。给他们兴起以为限制下面，我要把他的话转给他，就是要听从他的话，因为上帝的道转给他的话就是在靠中的，如果那个上帝的话不是在他靠中的话，那我们要听他干嘛？那就是我所吩咐的话就必须要转给他，就是这位限制的话就是要上帝的要颁布上帝的道，就是有所吩咐给他的就是说那个限制，就是因为这个教导就是来自父亲呀反正你在那个第19节他就说，谁不听这个凡我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就是你要不听这个限制的话呢，就是要上帝就给你受个惩罚，就是你不听这个限制的道，就是这个是不可以。我们在阅读下那刚才有点模糊到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生命记第15章第18节，我们放有说的名字来阅读一下亚凡的神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
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因为这个先知就是父亲亚耶法要给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在那个18节那里，他就说我们必须在他们的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就是他就是以色列人的，就是像那个摩西也是也是以色列的，那就是那就是我将大的话转给他。就是我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转给他。那为了这个，就是有些人都不喜欢那个亚乌是这个上帝的儿子亚乌刷，因为亚乌刷所说的都给那些宗教领袖，就是在那个当时的法利赛人的，因为这个就是要正神的味道问题，最后他们就把亚乌刷杀掉了。根据亚乌刷的话，就是凡先知老到你们那里，你们都把他们杀光了，这就是亚乌刷说的。那么就是把这个情况要说，在那个第19节，他就说谁不听他凡我民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话，就是你不听那个一位先知的话，必须听从先知的一位先知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答案。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听从那个先知的话？因为他本人的，如果是先知的话，因为他是带那个为上帝代言的。那这个，那他就是要说是他是个先知的话，那因为他是一位先知，就必须听从他的话。那要说他是个先知的话，就是那个主民众的要说他是个先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不是教育那个宗教领袖的来决定的。但是他有答应的时候，就看到，如果我们提到那个亚乌刷的话，他就是要做很多的神奇，在那个身上给很多人的很多吃的，然后他把那些疾病的人都治好了，然后他在挨骂那些法利赛人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在假冒伪善的人，亚乌刷都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那个犹大人的为什么不喜欢的亚乌刷？这个是我们在下一课的教导。因为什么犹大人的不喜欢亚乌刷？因为他是真正的上帝，却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有什么原因的？我们就把它在下一课的教导要看这个话题。因为这个先知的话，就是他所颁布的给所有的人看了。那就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因为在犹大人的地方生的，就是被大名字就是亚乌刷，他就是先知。那就是关于这个话，就是说那个民众那个众人都说他是个先知。因为这个话是我们不能反对，因为他是个先知的话，我们必须听从他的话，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那就是这样。对于亚乌刷的话，就是众人的都说他是伟大的先知啊。那个犹大人的话就是不非常讨厌他，因为他带神的教导，因为对他们的教导是不一致的，那他们就想个办法要定他的罪。那这个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教导要研究这些话题。那我们就是要关注一下那个上帝的道，之后亚乌刷就是一个上帝。那我们就通过这个上帝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先知。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亚乌刷的话就是那些众人的，不是亚乌刷自己说的，那个众人就是说亚乌刷真的是先知啊。那就是那个众人看到之后，就是那个老百姓的看到他是个先知的话，那就是应该不会有人再有抗拒啊。因为那个以色列的他在的生活，他给你先知进生活，所
所以我说来的是我，他说没有做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不是行者，我们再阅读下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我们先说一下，就是他是个行者，因为我们要看到很多经史的话，就是那些先知颁布的，只要那个行者有颁布的话，你不能抗拒。而他是要当这个行者的话，不是属于人的，还是属于上帝啊。因为还有那个众人的都说是他是个先知。我们先听一下那个，我会是那刚才我们的听下来，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1章是第11节。众人说，我们就是应该在那个第9节那里开始阅读。在那个第7节，马太福音第21章第7节。他牵了路云的和起来，把自己的衣裳踏在上面的，要刷也就系上，众人都把衣服布在路上。这个就是很多众人的都跟随他，还有人扛下树系来布在路上。就是这个在接待一个王国，在第5节，前行后续后的众人喊着说。和尚的那归大卫的子孙的，在此奉主的名来，在奉亚法的名来。那这边就是那个众人都说亚乌刷真的是来自上帝呢，这个不是一人的或者是二人的知道这件事因为众人都知道他就是奉亚法的名来的。第10节。我说进了耶路撒冷的合成都惊动了，说他是谁？因为都是那个众人都喊着说有什么事儿了。那么众人说这个就说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的亚胡说，这个众人就是要确认的，就是在那个公示。做那个公社颁布他说这个是假拿撒勒的先知，所以我们必须听从他的话，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上帝在那个以色列的时代的时候，他有这种的风俗习惯，因为如果他不喜欢那个上的那个性质的话，他就把那个性质伤害了。这都是那个以色列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都能理解、能了解，这就是限制。我们想说这个情况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根据那个话，就是要说这个上帝，因为我们要查看其他的经文的话，因为我们必须要为这个有证明的这话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就是那个我们就是来听那个众人的话，在路加福音就是那个众人所说的，我们就把他们拿出来的话，那就是那个上帝都通过他们的众人的口中说他是个一位先知的话，那这个是就是不能抗拒的。我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的我说的是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说，这位我说他就是个就是是个先知，在行事多有大能，这个就是在那个上帝和众百姓的面前的，就是这个当时的百姓都能做见证。我说就是一个伟大全能的先知因为不是不同的先知那就是真的，他是个大能的先知的话呢，必须要听从他的话。那这边百姓的
都说他是个大能的先知。不光是你是大能的先知的话，如果他们想把你杀了，就杀掉了。他在那个上帝面，在神的和众百姓的面前说话，就是他在那个行事，在说话都有大能，就说没有能力，没有任何人的能力。要抗拒他，因为这个都是要应验了应验的教导。他是这位上帝的儿子，必须要死定了，所以他是个先知的话，我们就是要关注他是这个上帝的儿子，他是不是上帝啊？如果我们再去查一下，再查看一下他的经文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6章14节，我们奉耶和华的名字来阅读。众人看见耶和华所生的身子，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个就是那个众人就说这位就是那个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们都非常克服的。那这些经文的就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那上帝的道就是非常清楚说，耶和华就是一位先知啊，就是那个众人的都说他是个先知的话，因为他是有那个他是个先知的身份的话，那必须要听清他所说的话，除了那些做那些邪毒的人的不听他的话，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要查看上的其他的经文，因为我要努力向你我给你有指教，就是要劝有督荐你，要克服说服你在耶和华里面。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1章，应该是在第46节，他们想要捉拿他。这个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想捉拿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把众人的，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这个就众人的都是以为耶和华是个以为我说是先知，这个不是一个人说的，所以那个邪恶度的人的，他是因为那个众人都是说他是一个先知的话，因为他在耶和华里面看到很多好处的话，因为通过耶和华上帝都赐给他们很多的很多恩典的，因为都是耶和华说话的，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多好处耶和华带来的话都给众人的拯救，那就是那个众人都是克服说他是一位先知，因为他是个先知的话，那必须听从他的话，那就是我们要知道真理的话，必须按照那个先知所说的话，并且而且先知的话我们不能抗拒就是以色列的众人都说耶和华就是先知连那个穆斯林教都说他也是接受这个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也是称呼他的说是别的名的，就是也是跟那个耶稣差不多。但是上帝真正的儿子的名就是我说我把这个话这个教导给你指教一下，因为为什么我说是真的？因为只有他能除掉人的罪，就是那个穆斯林教也接受他是个他就是一个先知。我们在维基百科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那些伊斯兰教都接受他是个先知，那就是说他有必须，那伊斯兰教必须听从那个先知的话。
那我们就说我们必须通过这个就是什么，在维加百科，你们可以把这个放在那个屏幕上面，你们可以把那个维基百科放在那个屏幕上面，为了拯救这个，在那个维基百科这边就是说耶稣基督，因为真正的名字就是要无说因为这都是那个就是他们都是假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来自于希腊的对了，就在这儿，我们就说把这个放在那个屏幕上，在那个伊斯兰教。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那是维基百科说的。耶稣也给他证明的以撒，他就是说他是个伟大的先知，就是在那个伊斯兰教的教导，就是他是个伟大的先知，可以说是他是个第一个先知就是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他名字需要我说，就是那个耶稣是个假上帝，我给你们已经教育过，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把你们的罪解脱出来，那就是那个伊斯兰教就在后面的，因为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在以色列建立了那个他们的教堂，就是他们都是接受是上帝的就是个先知，他的名字是要我说，但是他们给他赐名的以撒，我给你们已经教育过他的真名就是要我说，这都是那个在那个语言的错误因为是你们都没有解脱你们的罪，就他自己说他有除掉你们的罪，都是你们的弄错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改错了，那就是跟他同在的时候就说没有除掉你们的罪，却要无说给你们教育的，就是要无说与他同在都除掉你们的罪。这个就在你们的书法，就是他们就说在那个犹大人的大名就是叫耶和华，他就是先知，这就是那个上帝的生在以色列的地上，这个就是一个第一件的证据。我再给你们第二个证据，这个就是第二个证据，也给你要说一下，为了让你们更明白了。我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得清楚。这个也是一个说明的一个说，这个是维基百科他说对那个耶稣因为他有那个先知的身份对那些伊斯兰教他们就是给他赐名的以撒，对伊斯兰教就是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给他们给他的假名的说是耶稣。我在强调下他的名字不是耶稣，乃是耶和华，因为这个耶稣所做的，所以给耶和华真的不一致的。我想说的，只要你接受耶和华或者是信摩西的话，就是先知的话，就必须听从的摩西和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的儿子他是怎么说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个上帝的儿子，他是不是上帝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课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有证据证明的。通过这个维基百科在那个伊斯兰教的书这个一个新闻的话，就是那个伊斯兰教他在接受这位耶稣，就是根据按照这个他们这个颁布。我要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在那个新闻上面应该是在那个Le Monde，就在这个
这个是在那个法国的报纸。法国报纸这边的话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就是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个耶稣给你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假的，因为他真正的名字就是要我说，我给你们已经教育过，他就是意味着对那个伊斯兰教是意味着伟大的行者，我就这边就是说他是个要我说伊斯兰教就是说按照这个话，这个就不可以抗拒因为这要我说就是这个要我说这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他就是伟大的性质，就是在他们的崇拜里面的，所以就是就是那个就是要反对那个在那个上帝的善良，这个澎湖的人就是在那个这个不知道是在下午6点还是早上6点的，就如果你们想看这个报纸的话，就在那个在2002年的10月就是在那个下6点，在6点的这个新闻，就是想给你们强调一下，他们就直接说，他们接受亚乌刷的，就是那个亚乌刷拿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个以色列的众人都信亚乌刷就是个先知，那我们那就是我们要一起看一下亚乌刷是不是真的上帝那我们的教导是到这里，因为我们想说的内容就是我们必须听从先知，摩西也是以色列的先知，亚乌刷也是以色列的先知，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这个话题，亚乌刷是不是上帝？那我们必须要通过那个先知的话，这个他是先知还是不先知的话，连那个伊斯兰教都在他们崇拜里面的都说他是一个先知，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以色列的，所以在这个全世界都不会抗拒这个，因为以色列的众人都说他是个先知，伊斯兰教也是在他们的崇拜里面说他是伟大的先知，所以这个上帝的儿子的话我们不能抗拒，那么就要关注下亚乌刷所说的亚乌刷是不是先知。我们的教导就是到这里，这就是我们下一课的话题，我们一起祷告了，把荣耀归于父耶和华和亚乌刷。亲爱的父耶和华，多贵的教导，我非常感谢你，多贵的恩典的善良，我随时都把荣耀归给你，永远的荣耀归给你，请你把有这个教导，这所有的善良你所赐给我们吧，就是听着人给他们好处，为了全世界给的成就，就是那些听着能给他们成就，我不断我要我说大事的西家，你亲爱的父王，请把有这个道，就是他们能听到，就是能给他们成就，永远的荣耀归给你。亲爱的父王，请听我们的祷告，永远的荣耀归于你。我奉耶稣的名字做了一切祷告，亲爱的父亲耶和华，非常感谢你，哈利路亚，阿门。要我说祝福你们，我们再下一课